天。慢慢走过来，咱走，来，前面转过来，前面转过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然后我们就右边，靠右边，靠右边，我们靠右边，靠右边，好，来加，别拉秒，不要开始低温。3、2、1，预备，到！好，快！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快点，快点。他们丢一点。水媒体稍微再拍一下，再快一点点。接着就会画等特效，拍谁？画下画下，1、2、1、2、1、2、画下。91年前，由于这门溪水暴涨，所以造成许多民众必须回避这个溪水的这个淹水，所以必须把他们的家，甚至他们的社区，甚至他们的公庙都得扛走。那这现在虽然没有这个需求，可是这个传统文化留下来，特别具有意义，也让我们后代子孙能够了解说先人奋斗努力的过程。伫我印象就是耕草厝走溪流。唔是耕厝，因为较早人拢讲草厝嘛，所以是耕草厝走溪流。较早你就知影拢做水灾嘛，排水系统拢较袂遐好所以讲热热就水灾啊。但是水灾了，迄当时三分溪拢常常咧放溪洪湾，所以拢惊入大水。若拄着大雨，溪洪湾来咧放，就看那草厝招砖头的人，看招少的吼，就大家扛的扛去较悬的所在，莫互伊淹着厝。人工若等下回去扛倒转来了。所以较有这个种草厝走溪流这个经验。今仔办这个活动会当恢复着较早这个历史，互咱这个青少年知影讲，咱这个环境非常的好，这个排水系统功能也好，无像较早安尼做一个回忆，互这个历史呢继续会当传承落去吼。